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的疫苗注射率按算2倍，当超过70%。不过，伫偏湖有一个民众注疫苗了后，说是烂皮肤，这是目前国内头一个案例。前总统马英九去用指控用非正常的手段，甲中视、中共中央用俗价卖掉。今仔日判决也出来了，马英九宣判无罪。国发会的经济部的访问团去到立台湾，甲人签署6项 MOU， 希望会当增加台湾甲立台湾的合作机会。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不过有8个大病入境，其中7个人是已经注过2档疫苗，也是来感染的。那讲到咱国内疫苗注射率按算2倍过后，会当增加到70%，有注过第2档的民众也会当超过30%。另外，讲到咱国产的高端疫苗，去予 WHO 选入去候选疫苗，会伫3个国家进行临床试验。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这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那准这第3期有通过 ，WHO 认证几率是真大的。日本第6摆关乎咱国的30万剂 AZ 疫苗，拜3、27早起9点外运到桃园机场，后续进行检验了后，会提供民众家伫台湾的日本籍人士来注射。总共到现在已经捐赠我们420万剂，那当然也非常感谢谢大使在日本的努力。另外，新冠国产疫苗也传来好消息，世界卫生组织 WHO 拜226宣布，要甲哥伦比亚、马里加、菲律宾卫生部共同发动团结试验疫苗计划，也就是看过随机的新冠疫苗3期的临床试验，总共2款疫苗核选，其中包含台湾的高端疫苗。指挥官陈时中讲，高端若是3期通过，正做 WHO 认证疫苗的机会是真大，对着国产疫苗发展来讲是更加乐观。WHO 这样的一个各国的专家。被认为就是说，应该是相对认为是优秀的疫苗，有发展潜力的疫苗。好，那这个阶段，第一个在现在目前来讲，那这非常不容易。前2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另外，国内疫苗人口的注射率有加2摆是渴望超过70%，另外第2剂3成目标。有公卫学者建议，会使考虑予疫情风险较低国家采取青色的通道，入境的人免特殊检疫。对此，陈时中回应表示，边境放松的政策，永远必须甲专家来讨论。不过，过年过了后，实施的机会较大。这些都在讨论中。那时间上，如果在过年后，这个机会就越来越大。另外，第12期第2阶段疫苗的有效注射到27拜3中到12点阶段，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 ，BNT 头一剂复合资格有127万外人，完成有效有85万5千外人；莫德纳第2剂复合资格55万7千外人，完成有效有26万5千外人；AZ 第2剂复合资格有105万外人，只有66万5千外人完成有效。预计对2拜是伫全台湾开始注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偏湖有一个70岁的民众，可能是注疫苗所引起的烂皮肤，伊的皮肤镜头是不能够扭皮，也是目前国内头一个这款的案例。经过治疗了后，目前也已经好利啊。这个70岁男性患者规身躯皮肤烂去，7月7日注第1期莫德纳疫苗，迄个时阵无啥物无爽快的情况，不过转出了后下半身开始出皮，7月7日发烧，小可喘气困难，出现规身躯脱皮情况，这完是注疫苗了后发生皮肤烂去，全台湾头一例。它本身具有高血压、肝炎及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在7月14号的时候就已经通报我们的这个不良事件。那目前卫生所也已经协助家属申请这个 VICP。这个患者去偏湖3种就医，初步诊断是急性广泛性发展性狼疱症。经过1礼拜治疗了后，总算恢复健康。也拜读是史蒂芬强心症，也就是伤害性表皮溶解症。这个症状我们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但是因为这个全身大面积的这个脱屑跟脓包，我们要怀疑这是初期的症状。因为一旦进展到这个症状呢，全身的这个皮肤完整性缺损，没有办法抵抗外面的这个细胞，甚至是严重的发炎反应会造成器官的衰竭。那所幸这位病人是没有发生。
三种朋友婚姻收到这个患者了后，立刻通报卫福部疾管署。目前卫生所已经协助家属提出预防注射受害救济申请。这个中心也公布最新的疫苗注射不良事件通报，26新增加139件。这个其中有9件是疫苗注射了后死亡的个案。目前全国累计有962例，因为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不良事件，其中706例是注 AZ， 有216例是注莫德纳，28例是注高端，12例是注 BNT。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4个公投案，伊是延后到12月18要来举行投票。那立双方对这个要开始，也要向民众宣传。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伫民进党的中执会表示，袂当互公投变作是恶斗的工具，发出口号，讲这4个拢爱投无同意。拜六的宣传会也亲身去说明，国民党的部分是对这礼拜开始要困伫开刀，后礼拜也会落南进行宣传。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4个不同意，台湾不会乱下去。亲身出面来面对年底4大公投，民进党中执会头一摆恢复实体会议，主席蔡英文开场先批评国民党甲罢免当作政治操作工具，宣示甲台湾基进的合作，甲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赢回来。虽然甲焦点转回到公投，认为国民党甲公投当作操作工具，阻碍国家的发展，绝对要站出来捍卫。我要特别要求我们所有的党公职。从现在开始，要全力来阻止有人滥用公投，来阻碍台湾的能源转型，阻碍台湾走向国际，阻碍台湾民主深化。民进党全力来备战，总统蔡英文会甲副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到全国各地来宣讲。头一场拜六30会在桃园来登场，蔡英文会亲身上场拍头阵。礼拜是伫屏东，有加举办上百场，向地方的民众清楚来说明政策。民进党凭一党之私，凭意识形态，或者是凭他们个人的算计，今天想要4个都不过。跟蔡总统说一下，4个不同意，台湾真没力。国民党也对民进党的4个无同意提出反击，而且对这礼拜六开始，7礼拜49天进行大地开刀的活动。主席朱立伦表示，拜六会到开刀为公投的志工朋友来加油。1月初1开始，党中央会有战车的宣示，出发到南部。迄天下晡，屏东也有公投的宣讲。国民党甲民进党双方拜六开始正面来对决。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马英九去防指控讲用非正常手段，甲中视、中共中影，也有国民党旧党部大楼用属价卖掉去防起诉。今仔日1审宣判结果出来了，马英九等人是宣判无罪。另外，前立委蔡正元去防认定违反业务侵占加商业会计法，判刑3年半加6个月。前总统马英九互人指控伊毋是正常交易，属于中视、中共中影，也甲国民党旧党部大楼，互国民党以及中投公华公司损失超过72亿。检方依照涉犯证交法定罪起诉马前总统等6个人。台北地院法院经过3年审理，27判决马英九无罪。马英九先生虽然有介入这个双方协商的过程，依照当时的一些录音的状况，并不能够去说张泽生先生或汪海清先生是在行使他们的职务的时候去屈从或是配合马英九先生去做一些贱卖股权的这个情况的存在。合议庭是讲，马英九毋是中投，也是公华公司董事，也是经理，甲证交法处罚的对象身份无符合。检察官也无到举证马英九有任何违背职务，造成公司损害这个问题。按呢，中投公司前董事长张铁添、前总经理王海清，因为配合讲电法，董建军提出媒体，并经由合法庭司甲股权卖出，认定2个人无罪，所以马英九更加无共犯的可能。这样子的判决结果可以证明整个3宗交易过程应该都是没有不法，那我们也是由衷的感到欣慰。马前总统非常的欣慰，也感谢司法公正，还他清白。这个蔡英文政府不要再用司法追杀的手段对付任何一个在野党。你今年底的公投，2022年、2024年的选举也希望民众用人民的力量让东厂下架。马
马英九感谢公正司法和伊清白，毋过被告之一的前立委蔡正元，互人认定是阿波罗公司的负责人，公司受托处理中影交易案，伫经手交易款项的时阵，因为个人需求，侵吞2.8亿元，佮故意漏掉会计事项，互人依照违反业务侵占，也甲商业会计法，佮判3年半到6个月刑期。总统被列为被告，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回顾3宗案，为地检组开始侦办专案签结，查无不法，到董事会提出新事情，检方宣布重新调查，来回将近16年。进前马英九捌因为特别会家涉密案，互检方起诉，最后拢被判无罪确定。这届3宗案，马英九再一次胜诉，不过专案也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由国发会主委姜明兴带团去到中东后进行经济部的考察，最后一站去到立陶宛。但台湾和立陶宛要签署6项 MOU， 而且也要召开经济部的投资论坛，希望会当增加两个国家的合作机会。国发会主委姜明兴伫会议期间，甲立陶宛代表处筹备小组黄君尧大使用手后桥拍招呼。由国发会带领跨部会去中东欧经贸考察团，3国下舰66人最后一站去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伫姜明兴科技部长吴正中甲立陶宛双方代表伫27日开幕仪式签署6项 MOU， 包括本土地、半导体合成、生理金融、整体甲物理研究、参太空合作备忘录伫多领域扩大合作。台湾跟立陶宛之间的代表处很快的就要互相的设立。那我想在设立之前，我们代表团来这边也好，可以奠定2个国家未来经贸发展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跟基础。国发会主委宣布，立陶宛的代表处也希望伫最近成立，对两国关系成本有帮助会后，在立双边进行贸易投资合作论坛，预计2月迄天会有超过100场次的面对面甲线顶上级会合会。I am delighted to remind you that to facilitate Taiwan's investment to Lithuania and to encourage mutual trade, Lithuania is planning to establish its trade office in Taipei. 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发表声明表示，伊来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也鼓励所有会员国就爱来甲台湾相挺。不过，中国的国台办却是批评讲，台湾是无权利参与联合国的。另外，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当日斯洛伐克拜访，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也表示，若阵台海发生冲突，这个灾难是全球性的。连带2758号决议通过满50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日透过长篇声明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伊表示讲，排除台湾有损联合国的相关组织工作。美国鼓励所有联合国的会员国支持台湾爱有意义来参加。布林肯更加经过推特来强调讲，台湾是美国重要的伙伴，嘛是民主的成功故事。台湾应该有意义来参加联合国的体系，特别是咱拄碰到全球挑战的时阵，总统蔡英文嘛伫推特来感谢，不过安尼嘛佫引起中国真不满。美方一段时间以来编出各种说法，严重违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中美最近伫个联大决议顶悬一直咧车盘，国台办嘛搁再来重申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权利来参加联合国。毋那安尼，外交部长吴钊燮嘛当伫个欧洲来访问，国台办嘛对这来批评，搁叫有关的国家都爱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The fatal pandemic was a real test to countries' public health system. 吴钊燮20日伫斯洛伐克智库全球安全论坛顶悬咧讲，呼吁全球合作对抗权威，了后会要求发生社访问的时阵，嘛对台海议题来做出回应。The threat is there, and the threat is getting worse. But it will be very hard for me to predict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war i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t depends on the leadership on both sides to be rational. 吴钊燮表示讲，台湾和中国假使若是爆发任何的冲突，这毋但对台湾、对中国，还佫有全世界来讲，拢是一场大灾难。中国反势利用提悬对台湾的紧张局势，来挡势中国国内对经济成长较弱，还佫有能源短缺的问题。吴钊燮刷落去会去积极继续来访问。
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王国材向媒体表示，讲坐高铁环岛未来是有可能实现的，这句话也引起正人议论。王国材早起伫立法院也强调，这先爱留一个会当继续做落去的空间甲规划，也讲这是未来代志。那准备用高铁来环岛，这交通的工程拢爱分段去做评估。高铁延伸到宜兰，暂时也未决定。交通部长王国材讲到，高铁环岛毋是梦的讲法，搁再引发讨论，甚至比这期未晓行就想要飞。王国材解说，这是未来式，毋是现在式。不过要伫两个端点留下延伸的可能。日本新干线如果当时它的端末站在本州没有留下延伸的空间，今天也不会看到九州跟北海道的新干线哈。所以我觉得宜兰跟屏东。它这个端末站一定要留下未来可以延伸的一个空间，也就是它的轨道的设计不应该在某个地方被阻挡，留下未来逐渐环岛的可能性。其实行政院长苏贞昌2日在立法院就讲，已经特别拜托交通部，高铁毋是延伸到屏东落地厝就结束，而是一定要延伸到潮州。交通部证实，会搁再甲高铁延伸到潮州的可行性来做评估。有认为这期高铁在台北市服务700万人次，才有法度经两个高铁站，屏东若是有两个高铁站，恐惊是无这款的人口，也有运量。6块处到潮州距离有没有比左营长？差不多，所以有可能要再另外600亿，光工程经费。但是要经过详细的评估。明年就是选举年了，不要让民众认为交通建设、国家重大建设预算是可以变成是竞选支票，一定要随便开、随便用，可以吗？交通建设一定要有长期的目标。高铁营运之后，我们的台铁旅客的载运量、收益没有减少。为什么没有减少？因为台湾有不同的旅客或者人民有不同的一个生活上的不同的需求。交通部正面来表示，环岛高铁是未来式，不过这阵进行式就是延伸宜兰、屏东，并且留下未来延伸的空间，避免端点站失去延伸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有讲到用高铁环岛这个议题，不过有专家认为东部人口伤过少，而且地形对交通工程来讲是一个大区间。前交通部长陈建武也讲，高铁宜兰站到当时还未定案，进度来讲环岛，认为讲安尼讲法是无妥当的。交通部长王国材讲的高铁环岛，伫企业管理学者眼内，坦白讲，东部人口少，就算有观光旅运需求，无可能支持高铁营运。另外，还阁考量工程会面临真大考验。国五这个雪隧的一个开通，前后花了10几年，所以可以知道这个在东部要去做一个快速贯穿的一个铁路系统，它必然会碰到很多隧道。那这个隧道的一个挖凿，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教授张胜雄分析，高铁延到东部成本真悬，以高铁延到宜兰做例，用交通部估计宜兰站每天增加2万人，宜兰站开通了后，票的收入增加3.8%，营运成本增加38%。为着卖了钱，票价一定要调高至少33%，也就是未来台北高雄票价要起到2000块。若是继续延到花东，营运成本会更加悬，要阁考量未来人口减少跟老化的趋势。前交通部长陈建武伊就坦白讲，规划高铁环岛会甲当地改革的代替逼上绝路。现在台铁唯一营运会有盈余的，就是东部嘛。那东部干线，你现在如果又把高铁给加进来，那你整个配套的措施，你现在是逼台铁关门嘛？环岛高铁，当然这是慢慢的进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台东的这个铁路电气化跟双轨化能够尽早完成。环岛议题伫地方一直伫讨论，台南县长姚庆玲是讲，当然乐见这种的规划，不过敢若希望代替铁路双线会当赶紧完工。2015年底开通的高铁分林站，在地是希望未来班次会当搁增加，多设几个班次。让人潮更多来，因为现在目前是1个小时1班，其实班次是真的有点少。对屏东发展最好的路线就是从新左营经过高雄市区，然后再经过小港机场，再到潮州。
屏东的在地团体是呼吁中央地方需要主线延伸的车站，不是支线，高铁宽岛影响真大。台湾铁道甲国土规划协会都提出建议，铁路营运关键是伫安全、营运、财务甲环境影响。若做无真好的国土规划，搭配民众的需求，也甲产业发展配套，虽然兴建高铁，只是增加全国运输系统的财政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中新港的社口活动中心，早起伫甲民众煮下暝时阵，吊伫天棚的电风也把说是熊熊落落来，击中2个60外岁妇人人，其中一个头壳着伤，血压无较悬，医生暂时无要甲煮下暝。市政府表示，公设备的部分会搁再检查，医疗费用的部分也用公共意外险来负担。手提黄卡坐伫椅仔等煮疫苗，医护人员赶紧过来关心头壳的伤势。台中成功社口活动中心的疫苗注射站，27早起雄雄发生意外，等台区电管的电线风落来，当场讲到2个60外岁妇人人，和附近民众一直议论。公共设施在平常时如果没有保养到对不？应该首先可能买检查会小看一下吧。运气不好啦，哎呀，拄着啊，因为这嘛。无人爱发生这种代志啊！代志发生了后，注射站下晡疫苗照住，落来这个电线风，互工作人员刷走，其他的电线风拢关起来，现场解开冷气。成功区公所是讲，活动中心电线风使用10年啊，27早起因为天气较凉，敢若开电线风维持空气流通。意外发生时阵，一个妇人人去电线风叶仔击到头壳，后来因为血压升悬，医护团队建议暂时卖注。另外一个因为肩胛甲脚小可受伤，顺利注射。这里是用那叶片打到他的头部了哈，医生也过来看一看，就把他带到我们那边诊后期那边冰敷，跟他叫护士量血压，说他血压比较高，先暂停哈，另外一个比较好就去打。台中市政府是讲，这注射站拢是经场地较看有空调设备的场地，下晡会全面检修电线风这验体设备。若是受伤的妇人人是拒绝送医，跟他配合去派出所做笔录，并表示家己会去诊所就医。2人均无生命危险感谢警护人员的关心并明确表示自身无大碍，事后再自行就医。公所是讲，活动中心有担保公共意外险，2个妇人人相关的医疗费用由保险支付，会持续关心因的伤势，会选一天安排其中一个完成疫苗注射。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到今已经2礼拜了。今早起，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因批评市政府讲，这个火灾已经死46个人，却拢无人出面来打，要求市长陈其迈就要落台负责任。市政府表示讲，消防局、公务局有2位局长已经辞职落台了，调查报告伫拜5也会公布。记者会一日开始，身体罹难者甲伤者来默哀。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早起召开记者会，因为社中城大火到即阵无人出面来负责，要求市长陈其迈落台负起政治的责任。自从陈其迈上任之后，公安、劳安、治安都是全国恶名昭彰。市长，你不止你没有把市政做好，你的团队也完全失灵。国民党团认为，市府团队在公安、消防检测无够落实，才造成严重的伤害。不过，市府表示，追究责任的部分一直是由专案小组来调查，有果离稿结果做出来。消防局长李清秀、公务局长苏志芬已经在26请示核准。陈其迈市长认为，2位局长以协助完成行政调查小组的工作，那么厘清相关的事证也告一段落，同意请示。我想城中城这个火灾事件是我们消防局的一个业务权责，那当然我身为消防局长有这个义务要去承担这个责任，没有其他原因，是我觉得应该要去承担。市府表示，2位局长在黑小处理后，第一时间请示被慰留，随着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市长则同意2个人的辞职。消防局长李清秀讲，早就决定辞职来负责，对离开无任何怨言，只是希望社会多多互消防兄弟鼓励。另外，市府也对这几天开始协助城中城的住户来租厝，即阵已经有1户住入去新厝。全部重购置冰箱、洗衣机、冷气，所有的衣服什么东西全部买的话，你想够吗？
消委局表示，这阵申请的户数有67户，也有21户爱调查是毋是迄小厝的时阵住伫城中时也是侪人共户，也不即笔资金符合拢来补助。另外，住户所烦恼的家电的问题，也拢有自身的团体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有受害者指控讲，为一个姓黄的查甫人，伊鼓励民众投资饲鸡仔囝，这饲大只袂掉趁价卡。有真侪人是真小贪，投资真侪钱，一直到即个查甫人走路啊，才发现讲家己去哄骗，而且这受害者是全台湾拢有。标定出现限制能力的红菜，也有也甲规涂骹银纸的饲鸡场，受害者甲放贷来，拢想要找涉嫌吸收资金的姓黄查甫人，因过去伊提供的地址找人，拢找不到人。听说很多人来找过，对，但是他有住在这里吗？没有，也都没有。我来他就没有住在这里了。姓黄的查甫人涉嫌以代饲鸡仔囝的方式吸收资金，向投资民众讲家己有2个饲鸡场，会当帮忙饲鸡仔囝。一开始只要先投资10万，买5000只平均20块的鸡仔囝，3礼拜了后，鸡仔囝饲大，每一只都会当卖出摊价差。以每一只卖23块计价来看，投资人只要获利了结，就当摕回本金，甲卖鸡仔囝所赚的价差1.5万。因为前几摆拢摕回本金甲获利金额，受害人就是真的增加投资。为10万增加到18万，也佮找朋友加入，2个人拢总共骗走700多万。一只鸡20块嘛，然后大概卖23块，赚3块钱。对啊，大概3个礼拜就回一次这样子，大家本金一样还你。受害民众联系姓黄的查甫人过程中拄到未少被害人，新北塘、台南、高雄拢有，已经向警方报案。初步估计，全台受害者超过10几，哄骗的金额可能超过1000万。与共同管辖权的相关检察机关积极侦办中。警方表示，屏东已经受理2件类似案件，也提醒民众投资前应该确认投资的真假。若讲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的投资方式，就要细腻，唔通哄骗。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根据着联合国上新的报告，各国若遵守规定。一个减少排放一个温室气体，地球恐惊伫个世纪尾会增加2.7度。不过，这个数字也是超过这个气候峰会所定出来目标。另外 ，COP26 气候峰会第31就特别开始咯，各国敢会提出更加严格措施，大家也紧看。全球暖化趋势挡袂掉，联合国日发表报告预估。各国若讲只有依照即马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本世纪恐惊有严重会出现达到摄氏2.7度的灾难性升温。The 2021 emissions gap report shows that with the present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and other firm commitments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indeed on track for a catastrophic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of around 2.7 degrees Celsius. 联合国环境署上新报告，依照目前各国遵守巴黎协定，加强限缩温室气体排放的上新承诺推算，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只比原本预期减少7.5%，到本世纪尾，全球有源升温摄氏2.7度，比起顶摆报告预估的3度，只有淡薄差距。If governments, especially G20 governments, do not stand up and lead these efforts, we are headed for terrible human suffering. We need radical accountability to NDC commitments and radical strategies to achieve net carbon zero by 2050. All countries must step up.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6次缔约峰会期，31将要伫苏格兰格拉斯哥顶场，各国敢是会做出更较有野心的减排承诺，加做关注焦点。小美日有计延续巴黎协定的目标，互我200个国家做出进一步减排承诺，将本世纪全球气温升幅控制伫摄氏2度以内，甚至会当伫1.5度以内。不过最近几年，野外大水等极端气候一直伫各地侵蚀，要达标亲像需要真费力。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推算，若要控制伫2度以内，需要减少即马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0%；若要控制伫1.5度以内，需要减少55%。今年8月，联合国另外一份报告指出，敢若伫未来20年，温室气体排放都会当致使全球升温摄氏1.5度，讲是生活任何路边缘。气候变迁影响到咱的生活，
伫法国着持芳的人发现讲，这芳王无要生卵，恐惊寒天时半度收成啊。伫英国有一个查甫人讲要替北极熊请愿，伊身躯顶爱一只真大只的北极熊，讲要行480公里去到气候峰会会议现场，呼证人着爱重视这个问题。用拖车载着用手做的3公尺悬北极熊的塑像，来自英格兰史罗普郡做家具的师傅豪斯，一步一步行向下礼拜就要召开全球气候峰会所在，也就是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目的是凸显暖化甲气候变迁的问题，为南北极洋冰造成的生态浩劫来清明。这段482公里的路程已经行超过一半。因都得到真侪民众的支持甲鼓励，人多时阵会使扶着北极熊克莱里昂，互伊徛起来。人若是较少阴冷的天气，就2轮的塞车慢慢行。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better to do at this time. I've got this sculpture, and I'm raising awareness, and I'm meeting lovely people, and I'm talking in primary schools as I go past. The bear has stayed some nights in schools. 镜头转来到法国，伫亚尔萨斯省起芳的赫克做这图已经超过50年啊。近几年来，极端的气候对这芳群的生态造成真明显的破坏。今年春天到5月是真寒，各种花蕊拢激动，芳群无必通采，严重冲击收成，就连炭时后代这情形拢无正常地停落。Donc je ne sais pas si cette ruche va survivre parce que je ne vois pas d'œufs. Donc je ne sais pas. La reine peut-être est tombée. Elle est tombée infertile, hein, ce qui fait que fort probablement on aura pas mal de pertes hivernales cet hiver. 赫克估计今年的收成可能甲剩往年5%，虽然去年的产量袂歹，也不主年、大主年也拢是欠收的情况。因为体型上细昆虫，若是拢受到环境影响而灭绝，人类也无可能无受到影响，必须马上停止对这个环境的破坏，保护地球的永续。广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德国总理梅克尔伫当地时间2日落任总理的职务，结束要到16年的任期。也因为新的联合政府到当时还未成立，梅克尔是继续做看守总理。那准联合政府顺利伫咧12月初6进程组成，梅克尔时代才会正式结束。德国总理梅克尔甲伊内阁的成员陆续来到德国总统府贝尔维尤宫，由德国总统施坦迈尔一来颁发该任的证书，也代表梅克尔15年又过338天的总理生涯落幕。施坦迈尔学了梅克尔执政的时期是德国现代历史上上界伟大时期之一，政府甲国会中间的民主力量，确保极端方法甲救济成事未来盛行。Diese gemeinsame Anstrengung war erfolgreich, und das ist ein Erfolg.Nicht nur für Sie, sondern für die Demokratie insgesamt. 梅克尔任内经过金融的危机、欧元的危机、甲移民者危机，外交上来自美国前总统川普甲英国脱欧的挑战。伊在出席一场甲奈及利亚女作家的座谈时，访问着讲，敢会使望着良心，未感觉不安来离职。伊的回答引起全场大家热烈的拍声。Ja, ich finde, dass ich mein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 Und wer es jetzt noch nicht verstanden hat, der wird es auch in den nächsten 4 Jahren nicht verstehen. 在这场的活动，梅克尔坦白讲，任内上界困难的就是欧元的危机。另外，16年来一直闪避来谈论女性主义的伊，头一摆明确表达，家己就是女权主义者。德国女权主义者施瓦则讲，梅克尔展示女性的能力，并且以尊严甲决心达成啊，所以讲受到全世界女性的钦佩。Ja, arbeiten halt und Geld verdienen. 因为新的联合政府也未确定梅克尔继续担任看守的总理，大选内底得到上侪票数的社民党希望12月初6进程组成联合政府，到时阵梅克尔正式来卸任。面对未来新的人生，梅克尔讲已经下定决心，暂时袂做任何代志，静静观察动态变化，这已经真袂人咯。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昨出席东协峰会，答应要提供东协1亿2000万的美金，加强双边合作，也着爱阻止中国的势力。另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强调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应该爱量早施行，也搁再强调中国会积极来维持南海和平。美国总统拜登2日参加东协的视讯峰会，强调美国甲东协国家维持伙伴关系，
并且宣布会提供1亿2000万美金，超过28亿台票，用来改善东协国家的医疗卫生、对抗气候变迁、经济发展加教育的问题。Our bottom line is that ASEAN is essential. I want to say that is essential to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Indo-Pacific. 这边东协峰会轮值主席国家汶莱在会前宣布，拒绝邀请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参加会议，也拍破东协这个过去未干涉成员国家内政的原则。拜登对东协的决定表示肯定，并且讲会继续对发动政变的缅甸军政府施加压力。We're going to keep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increase pressure, to raise the cost on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up,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coup, and supporting the people of Myanmar. 自从美国的前总统川普2017年参加伫咧菲律宾马尼拉所举行的峰会了后，美国一直拢无甲东协举行领袖级的会谈。伫咧过去这几年，美中关系也一直恶化。拜登这边亲自参加东协10国的会谈，会当看出美国政府未积极参与亚太区域事务，透过集体行动来反制中国的意图。因那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26证实，拜登伫咧今年年底进前，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视讯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因那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伫咧视讯峰会上，针对后一阶段中国东协合作提出6点建议，其中包括深化经济融合，并且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量早会当生效。同时也强调，南海和平符合中国甲东协国家共同的利益，希望会当量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维持南海和平。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日本黄国书承认，伫咧做学生期间，捌去做政治单位的情报者，这个言论却引起正人议论。黄国书今仔日伫立法院表示，讲家己甲台大校长管中彬同款，无要搁再选咯。另外，民进党的立委范云公办互人监控8年，范云表示，只有真相，才会当有真正和解。我倒觉得管中闵校长目前的状况好像跟我有一点相似的，也就是说，这一届任期结束后都不再连任了。听就接顺台立委黄国书头一句话就先讲，家己甲台大校长管中彬的情况同款，相关无搁再连任，缓和现场气氛。黄国书讲了线民的风波，进前承认讲，伫学生的时期，捌担任政治单位线民宣布退出民进党，引发政党的动荡。27出现在立法院，面对访问时阵表示会完成剩的2年的任期。我的心情是不是也松了一口气？还好啦，还好啦。我想说，接下来要怎么为地方服务嘛？谢谢大家，好，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工作。黄国书2日伫面册内抒发心情，开头就写下讲，莫阁讲我勇敢嘛，自比家己是敢是去，因为无够勇敢，互一时的惊吓甲软者来战胜，将此被掌握利用，伊对此来负起责任。另外，民进党立委范云过去8人监控8年的时间，指出线民风波一直摊开，也正做是发到落实转型正义的关键时刻。最重要的是，当年这个情治系统的高阶的决策者，那他们这些人的责任应该要被厘清跟究责。其次，当年被监控的当事人应该要有权利能够知道，在他们身旁监控他们的县民或者是廖北亚到底是哪些人。范云特别讲，只有真相才有法度带来真正和解。指出台湾需要推动清查的制度，让北方监控的受害者有权知影讲是啥物人下令来监控。若是无真相，每一个人拢可能会成做潜在嫌疑犯。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讲台北市内家庭户口的数量开始伫咧减少，其他5都却是伫咧增加。有学者表示讲，可能是因为厝价、工作机会、交通等等的问题，影响到民众搬徙。
根据内政部最新的户籍统计，今年9月甲去年底比较起来，台北市家户数减少3673户，这原来是1991年开始统计以来头一遍减少，其他5都拢有增加，增加上侪是通市。台北市民政局对这件代志是讲，2014年开始共同生活户开始减少，毋过单独生活户逐年增加，这可能是家户数减少的原因。另外，市政府也观察到台北市民迁徙出去的所在前3名拢伫新北市，分别是汐止、新店甲板桥，这可能甲房屋价有关系。内政部的这个电信的信令调查有没有？台北市白天的人口大概是350万左右，那目前台北市涉及的人口是254万。不可讳言的就是台北市它的房价基本上会比较高，整个捷运轨道建设逐渐的完整，就跟国际大都市一样，就是它的人口会从周边外溢。去年参加国科会家户统计研究的台副教授陈玉华分析，目前台北以外的5都也加新竹地区人口数持续增加，尤其是桃园市，主要影响因素也是产业发展，也加就业机会以及交通便利。男性可能会因为工作关系去找像科学园区往新竹或往中南部移动，可是对女性来讲，因为台北市有比较多的工商服务业，她比较容易留在这边。可是以我们的所谓户籍登记的观点来看的话，男性比较容易是户长，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会看到户数事实上是一直在减少的。学者透过研究推算，2020年开始，国内户数会持续增加，不过户内人口数减少，户数一定伫2041年达到高峰1000万外户，了后家户数量减少，2070年可能敢剩791万外户。另外，因为人口负成长，也甲男女平均的寿命差别。女性户长也甲老年户长的比例会持续增加，学者认为这有可能是台北市共同生活户减少，不过单独生活户逐年增加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开始反冷啊，北投温泉区出现真侪来者要浸温泉的民众。不过温泉业者也讲，疫情虽然豆豆直咧稳定，不过这边英国是以外国游客为主，即马敢若剩国内旅客来交关尔尔，生理确实有变歹。北投温泉博物馆23周年馆庆特别规划液滴展，要互民众感受日本纳凉会的感觉。无讲你可能唔知影，这种暗时举行的娱乐，就是台湾夜市的关头。在这个整个北投的公园里面点亮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灯笼，哈，就很像在100年前就有一个彻夜通宵、集合吃喝玩买的一个夜间的一个娱乐的一个活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台湾夜市的开关。曾经是日治时期东南亚上大的公共液池的北投温泉博物馆，除了伫过去启发台湾人对于温泉的熟悉，嘛互浸温泉的观念变普遍。这回周边业者嘛结合博物馆的活动，设优惠券，希望透过高倍券等等的促销，渐渐恢复疫情发生前的生理。尤其是在夏天，是以外籍旅客为多。在夏天的时候，外籍旅客几乎都占了50%以上。要恢复到像以往，非疫情期间的话，可能还是得要靠国际旅客的进来才有办法。业者表示，最近因为天气转凉，国内游客有增加，甲去年同时间比平，生理恢复差不多要70%，假日的订房数嘛有较提悬，希望收落来疫情控制，注意风险比率提悬，通有搁较侪人客来交关。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讲到咱台湾民众一年啉咖啡的咖啡钱，就要开800亿遐济。不过本土生产的咖啡豆仔数量却是无够3%。农委会农技所就开15年的时间，成功推出本土栽培咖啡品种台农1号，闻起来有唔歹芳气，也有果子仁的芳气。不过讲到这个咖啡豆仔要大量生产，恐惊阁要等4、5年。伫坡地上种一丛一丛咖啡树，伊的叶仔比一般的咖啡叶仔细，是农技所家己分所用15年时间研发第一个本土育成的咖啡品种，号名台农1号。产量是即马本土栽培1.2倍，伊的特别是伫结出来果子会当做咖啡，叶仔会当做茶米，比起进口品种伫中低海拔生长无好，台农1号适合伫台湾栽培。生长势很好，很强健，植株非常的强壮，所以它目前在中低海拔应该是很适合种植的，在台湾的整个环境里面是适合栽培的。
大龙1號拼起來有五仔芳，啉落後文長有堅果的香氣，分數達到精品咖啡等級。目前台灣咖啡豆仔大部分攏是進口，有3.6萬噸，本土生產量無夠3%，主要分布伫嘉義、屏東、南投、台東。農試所希望幫助農民，手工咖啡市場的真大商機，優勢伫氣味特殊甲新鮮。競爭力是它很適合我們台灣這邊的栽培，新鮮啊。重要的是它很新鮮。那國外的咖啡大概很多都是期貨，時間要比較久一點。大龍1號今年已經取得品種權，佮技術授權學業者順利簽約。不過要佇市場上普及，先用1到2年大量育栽，還佮用3至5年大量種植。因為咖啡樹是較千斤的作物，農委會無鼓勵去高山種，破壞水土保持，希望佇現有已經開發的坡地甲白地來推廣。記者綜合報道。台灣若准加入 CPTPP， 會當增加外銷通路以外，不過也要愛開放予其他會員國嘅農產品進口。雖然講這個申請案嘅流程目前正在走，不過有唔少農民也開始煩惱講，因農產品嘅價銷會受到影響。台灣即陣正在申請要加入 CPTPP， 若成功，會員國進出口嘅農產品會當減免關稅。雖然咱嘅農產品找到新嘅出路。但是外國進口的產品，有可能會影響到咱國內價銷。親像種紅豆的農民，就真煩惱，當南亞的紅豆用真價價銷銷入來，會拍歹市場。進口的紅豆啊，足久都捌聽過啊，聽人咧講講細粒，品質佫歹，煮起來口感差咱萬丹的是差真濟啦。我是最近有聽講，咱政府有要進口開放進口這個農產品，一定是會影響到咱萬丹的這紅豆啊。因為國內的紅豆較少外銷，毋但佔袂到國外新市場，佫會驚內銷市場去互分去。面對這個情形，台東縣農業處處長鄭永武表示，咱台灣的農產品品質好是上大優勢，而且因為氣候甲環境的影響，外國的產品咱台灣人嘛不一定食會下。我們生產出來的質，比較適合我們台灣人的一個口味哈。那其他地區進來的話，它或許比較低價，比較有競爭性，可是它的風味，它還有果品的整個的這個口感，並不一定有辦法整個適合我們台灣的一個食性啊。鄭英如表示，未來若加入 CPTPP， 政府嘛會甲會員國敲切，照無共的農產品提出無共的方案，甲產業的衝擊降到上低。記者綜報道。在咧花蓮富里有種有機米的農民，昨佇田裡看見到烏色的動物，懷疑講是烏蠅佇遐食稻啊。農會認為講這應該就是台灣烏蠅，所以宣布講當地萬冬稻啊全部攏要買起來，或者係動物食甲飽。林務局表示講，雖然無佇咧現場看到台灣烏蠅的腳跡，無法度來確定，不過也繼續追蹤落去。貴身軀烏種羊。耳孔圓圓的大型動物佇農田之間食稻仔，發現有農民趕緊離開。我就要開車嘛，要回家的時候，就看到田裡有動物，蠻大的，大概有1公尺這麼大。發現過什麼山豬啊，還是黑熊嗎？山豬很多啦，黑熊是第一次看到。花蓮縣富里鄉種有機米的聖誕農民，懷疑看到的動物仔就是台灣烏蠅。農會為影像判斷，這個動物仔是台灣烏蠅的特徵明顯，也個宣布唔管當地稻仔和出現的動物仔食個飽。這塊稻田，我們基本上我們請他不要採收，然後他相關的那些應該收成的這些金額費用，農會全額補償他。不過影片中的動物仔敢是真正是台灣烏蠅，林務局還未採集到腳跡甲白色布丁明確證據，所以態度保留。大部分的專家都認為是熊，但是所以我們不排除它是黑熊或其他的動物，但是在現場看到並沒有確切的證據，確實它是黑熊，我們也是算蠻興奮也慎重啦。林務局進一步指出，在花蓮生態監測10多年，上個就在中央山脈上的道溪鄉發現台灣烏蠅出沒。
中国兵员当兵的海华船尾也无记录到台湾乌蠅的踪影，目前已经伫当地架设安全山点遐去观察。民众若讲拄着唔通惊吓，台湾乌蠅基本上是会闪开人，若果无好心会当炸蠅灵，也是喷雾剂，落产做是放心。记者综合报道。有业者伫屏东邦寮当咧进行太阳能的一个供电设备，却因为现场有一部分是日本时代军事遗迹石头营，当地民众要求爱随来停干，而且家己去文化资产内面。经过几落摆的真情，27来到新地厂商遐进行抗议。甲花语连起来，甲光电棒啊共因的册贴啊单条。代表无欢迎厂商到邦寮设场，30多位屏东乡亲透早3点对屏东出发，下早来到新竹科学园区抗议，因为光电场开发案影响生态。周边种了赤竹，赤竹是它的第一道防线，那是2次大战日军所种的。可是厂商施工他不管这一块，他把所有的赤竹全部给它铲掉，然后还把山坡地开挖。开那个边角都非常的陡，整个的地形地貌都完全的变化。来到屏东邦寮，会使看到已经架设好势的基棍，现场嘛因为大面积开发，大片的树啊已经互人撤掉去，比起过去是差有够侪。种电它可以到那个比较是贫瘠的土地去种电，好，不应该在一个世界级的罕见的这个历史建构的遗产，好这边。砍树种电，我希望你们可以转型啊！你们不一定要种光电啊。委员，我们完全合法开发。负责开发的公司就要派人出来接受真情，也发声明指出，文化遗迹的部分会保留落来，卖针对因为工程受影响的地区进行生态保育，刷落来会继续甲在地民众沟通。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关注慰安妇基地博物馆阿嬷岛，因为疫情财务等等困难，伫去年11月暂时休馆。经过一冬的打拼，这个阿嬷岛也煞为重新开始咯。期待人权教育基地会当继续开会发言。你不照相改，现在这个教授的观念我认不出来了，就叫我这帮大家进家煮饭，这样我就不人骗去。听阿嬷的声，讲出当年互人骗去做慰安妇的基地，电视参徛过小巷的展览区内底有阿嬷的相片，这是关注慰安妇基地博物馆阿嬷岛。过去因为疫情也有财务困难，阿嬷岛离开伫大稻埕的旧馆，即马刷来到台北新地路的新馆。因为过去可能大家在参观旧馆的时候，就是以比较文物的部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走过去就看过去了，所以透过了声音的表达，展场里面会有很多的声音，阿嬷的声音，然后透过了聆听之后，再来静下心来想想看，我们如果是他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特别展览区即阵展出Me Too先行者主题。有家属讲，这个阿嬷1990年代就开始甲妇援会合作，出面开记者会接受访问，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等等。那 Me Too 是在2006年开始的嘛？那到2017年的时候，好莱坞才又发动了这个比较大的运动。那其实阿嬷在1992年的时候就站出来。阿嬷岛即马是试营运期间，10月27到11月25，早是10点到下晡5点会使参观。有家属讲，11月26正式开播了后，会有济推广活动。望阿嬷岛会使加做人权教育的基地，不过因为财源的困难，需要大众的支持。记者郭文陈派文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0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0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6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